团员又要去春天呐喊，哇，春天呐喊的确是造就垦丁繁荣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活动。可是我觉得垦丁有文化啊，恒春那么多闽南什么歌谣那些在地的音乐，可是这个音乐剧好像跟当地完全没有什么连结。虽然他办得很成功这样，然后赚钱的也不是恒春啊，也不是垦丁当地的人，这样，然后再去参加海洋音乐季，哇，这5花好多钱，然后在垦福隆那边办了那么大的音乐季，然后又跟垦丁不一样。春闹那个我算是很认真在当地经营，所以慢慢繁荣。可是海洋音乐季看起来只是个标案，案子结束之后，观光客就没了，所以福隆也没有像垦丁那样的发展那样，就觉得这么多靠着音乐，然后音乐其实明明很有力量的，怎么会变成这样？就心中有很多交集，就想到自己回去读完小巨蛋唱歌这件事情，就觉得怎么做比较好，就开始想。刚好今年暑假又去参加音乐季了，今年去参加冲绳的，又参加鹿儿岛的音乐季。冲绳其实还蛮有条件办音乐季，因为它本身就是充满着音乐的一个岛屿，很有个性，而且无可取代。可是我觉得鹿儿岛的音乐季反而让我觉得很佩服，因为那个音乐季很小，它只是在一个废弃的国小里面办，今年才第3届，然后第3届就有6000人次，说怎么会这么多人来？然后音乐季好干净哦，没有人乱丢垃圾哎，虽然到处都有垃圾桶，可是我觉得大家都是就是很多义工。说这个音乐季也太神奇了，没有垃圾，就进去第一个感觉就是这个音乐季好干净哦，不会很乱。虽然人很多，可是没有很乱的感觉。然后去啊，看到节目单啊，我傻眼了。节目单上面写的，因为他说节目表演者全部都是鹿儿岛当地的，鹿儿岛就很像他们就是鹿儿岛县，就很像台东县这样。我说哇，鹿儿岛县有那么多歌手，好神奇。他说没有，鹿儿岛真的浮在台面上的歌手只有2个吧，然后其中有一个有回来，就是比较有名的，就像台东县有阿妹一样，有一个很有名的回来。其他是什么？就看说国小合唱团，然后这个也可以啊，高中什么联合高中摇滚社，哇，这也可以，可是因为它是售票的，就像这样也可以卖钱吗？这样子，谁为了去看那个国小合唱团啊？票不便宜耶，4500日币，1000多块台币吧，而且就觉得这个也太神奇。然后我刚好看到压轴是一个那个自闭儿学校的一个乐队啊，自闭儿不是智障哦，只是他们不爱讲话而已。他们30个团员吧，在台上满满的，然后从10几岁到50几岁的人都有，很多人看，然后看不出来是自闭人，因为我看到他们在表演，哇，那是声巴音乐，啪啪啪，很热闹啊！还有大歌，我就是这个我可能是自闭儿学校的团员，然后表演完的时候，我后来发现他们是自闭，因为他们音乐很热闹，观众给他们很大掌声，啪啪啪，然后表演完他们头就低下来。然后就是落差很大，然后只会敲那个桌子，哒哒，他们就抬头，然后就声巴音乐又开始了，说好神奇哦，这个乐团也太神奇了。可是重点是它跟在地的连结好强烈啊，因为上面表演者就是下面摆摊的人，而且东西也不会很就让人家觉得很怎么讲，就是我都觉得很有创意，因为他们那边有火山嘛。其实他们那边要发展观光也不太好，因为那个火山是活火山，就平常会冒烟的啊。他们1年4季啊，就是城市是两个半岛，轮流吸火山灰，所以在城市里面就是到处都是硫磺味，其实空气
对一般刚去鹿儿岛的人会觉得很不习惯。本来这些东西可能不适合发展观光，可是你知道吗？他们那个学校里面卖的那个东西啊，是用火山灰来做沙画。然后我就觉得哇，然后小的是明信片那种小小的，大的就是很大的一幅画，然后真的真的是很好看的一幅画。我觉得这个音乐剧让我有非常大的震撼。我想说，那我的断小鸡蛋可不可以变成一个音乐剧？我就让部落的每个人都上台唱歌。唱歌的人本身就是摆摊的人。然后把大家表演调整一下，就是精彩的就好，就是都20分钟，顶多30分钟这样，就不要铺露太多缺点。可是所有的表演都精致化、土啊，大家都觉得啊，很像原住民的音乐很土。我觉得土是一种风格，不代表廉价，就看你用什么样的价值观来看待这件事情。如果这场音乐剧全部都唱阿美族语，而且是无可取代，你别的地方也听不到的。我觉得好像也有可能，但是对一般人来讲很难理解，就是怎么那名单列出来什么部落妈妈合唱团，我们这样会没有办法人家买票。所以那时候鹿儿岛音乐剧的人说，对啊，还是要结合当地有名的人，就说鹿儿岛最有名的人，然后歌手来帮他们撑成这个音乐剧的门票，就是说，然后来看的人看完之后，他才理解，其实那些表演的团体一点都不简单。然后他说还是需要这样的人，我就想说，唱阿美族语的歌手最有名的是。这个阿密斯音乐剧，阿美族最有名的歌手应该算得出来。可能阿洛啊，或者是比利高洛，还有一个叫熟女的。那应该可以有办法撑起这个音乐剧的门票。我就这样想，越想越开心。就整个人就开心了起来，就觉得这是我想要做的一件事。然后，但是部落里面的人还是真的没办法理解。然后，我决定花一点时间，就真的回去跟部落的一些长辈啊，或者是年轻人聊聊啊，看看大家要不要一起来做这样的事情啊。可能很困难，因为真的没有什么资源啊。虽然我们有很多天王天后。好，那我还是要邀请我的乐手杨明。有梦想是好的，这生活总是要有些乐趣，有些目标。这首歌很阳光，每次听到这首歌，我都觉得像看到太阳一样。这首歌叫《序》，献给各位。
个眼，好想回到从前时候。我既突然又伤心到，爱快乐我想也没有变过，快乐的过生活。像你想的好久，你也不说什么，眨个眼，好像有很多的时候，过去突然又伤心到，小小的怎么也没忘记过，傻傻的过生活。单身生活，少了一个在爱情陪着。说你导演工作难做，赚钱把你的兴趣当作工。说你好像从前时候，小小的怎么也没忘记过，傻傻的过生活，过生活。像你想的好友，你也不说什么，眨个眼，好想回到从前时候。好奇突然又伤心了，爱看的微笑也没有变过，快乐的过生活，过生活。节目快到尾声了，然后其实今天有一个弟弟，菠萝弟弟很特别这样，他们有来到现场，一个我是希望他来唱歌，另外一个我是希望他来摆手工艺品。我们尝试一下在河岸留言做一个小型的音乐剧，表演者就是摆摊的人。主持人，快点，我们新歌发表快点。来，这是你的，现场会不会唱？不会唱啊？不会唱啊？没关系，他摆摊。署令他其实跟我表演很多次，然后他在部落里面算是他们这一辈里面很用功学习唱一些母语歌的年轻人这样，而且我觉得他唱的也蛮很到位，我觉得真的很有潜力的，就不晓得下一个贵人有没有帮他发个 EP， 没有的话他就只有摆摊。加油啊！现场可能有制作人在现场之类的。然后这首歌是保密信，然后这次有跟他应该说叫他帮哥哥去比赛去赚钱。应该没有人听过了，我就这个 key 给我，key， 来掌声。Mata
没有办法放在眼里。等下请支持部落青年创业，那边有卖串珠，这个100块啊，100块。在台北工作很辛苦啊，这个，然后这个是自己跟部落的弟弟一起在做的，就是还蛮有趣的，因为以前玩团的时候一开始也是做手工艺，然后其实我们今天也有，就是那个阿美族界的天后，听说阿露姐姐也发片了，然后听说她今天也来现场了。这不就是业绩吗？对，哇，姐，你根本就是准备好了这个表演，特别来宾，哇塞，有阿洛认识吗？阿洛卡莉08级啦。其实我平常都穿这样出来丢垃圾，没有啦，因为我今天有一个表演啊，对，然后署命就是没有在现场，因为他创作了一个就是原创的音乐，结果然后现场大家都去署命要来唱歌，就署命找那个牧尘去带他，然后他今天就跑来这边唱歌。毕竟偶像比较不容易出现在这些比赛的场合。
今天我觉得我刚刚讲的音乐剧那个很棒吗？真的很棒啊！我觉得我们就是又可以变卖东西，那你是串珠嘛，对不对？我创作是那个阿美的那个，你是美食区的，对，我是美食区的糯米饭，阿美糯米饭加野菜，辣炒瓜牛。然后另外有个辣炒饭，用很大的盘子，然后放3颗酱，这样可以卖500块。那因为你们给他付刀叉。对，因为那时候我跟苏丽有一次我们去法国嘛，然后我们就一直想要跟那个法国的厨师说，因为我们不会讲法文，我们一直很想跟他说一句话，就是说，其实瓜牛，你知道法式的瓜牛他们是用焗烤的，我们就一直想跟厨师讲说，厨师其实瓜牛它其实不喜欢气死，其实瓜牛会喜欢9层塔跟辣椒。那我那时候回来的时候，我就说苏丽，我们来创作一首瓜牛歌，就还没有创作啦。这样子蛮适合当个美食区的代言人的。哎，瓜牛这边有一个瓜牛代言。其实我刚才台下听的时候啊，我自己算，那个鹿儿岛的那个在讲到部落的，对啊。哎，如果我们真的办一场阿密斯音乐季，你们会来吗？你们每一个人都会买串珠，或者是炒瓜牛吗？拜托啦，支持啦！粉丝好热情。啊，所以我们来办的啦，我们来办的。我是郭一女，郭一儿，你是谁？郭一儿子的郭一儿。
谢阿乐。好了，姐姐他们辛苦，把门票进来还要上来唱歌，很辛苦了。谢谢大家今天来听我唱歌，然后觉得今天话讲多了，一不小心就很晚了。希望还有下次的见面，然后这个事情我会放在心上，慢慢来，一步一步。我也觉得我应该回去家了，回家，回都兰待一阵子吧，不要太想我啊。而且也没有回家，因为月底就要出国了，也没有那么快。好，然后最后一首歌好不好？就希望大家支持部落青年创业。变成了，因为刚刚上来那个弟弟他最近刚刚上来台北，然后很妙啊，也是缘分。就是那时候他来参加我这次阿米斯新专辑的演唱会，表演完而已。那天刚好魏德胜导演来看，然后他现在在魏德胜导演那边演员培训的。不晓得他们听说他演什么棒球的故事哦，他明明就不是打棒球的，凭什么？可是觉得弟弟们肯吃苦，我觉得他也愿意来这边尝试，我觉得就是一个机会啊。碰到问题不要怕困难啊，真的有时候就是心中带一点点希望跟期盼，生活好像过得会比较快乐一点。好，这首歌献给各位啊，是阿美族的经典民谣。那鲁安，那鲁安，key 错了，对不起。我自己 key 错了，今天有个 key 怎么会错呢？唱这首歌几百年了。那鲁安，会唱吗？听过吗？我先入口一下。不要喊喊口了，没有了。我喝多了。你们也该回家了。好，开心的心情放里面就好了。需要的时候拿出来想一想，就会开心的。那鲁安，那鲁安多，咿哟咿咿哟咿哦咿呀。那鲁安，那鲁安多，咿哟咿咿哟咿哦咿呀。哦咿呀那咿哟咿耶，哦嗨呀，哦咿呀那咿哟咿哦呀。
谢大家，我是徐律，好，拜拜。